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1，申命記5章30安尼講：這個約，上主毋是甲咱的列祖立的，是甲今仔日咱所有要活的徛伫遮的人立的。三甲來祈禱，甲阮所有要活的人立約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權、至聖、至大的全能上帝，你是信實保護家的活命主宰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，你的應允是真實，你的話永遠堅立，你的光遍照佇地上，你的恩典永遠無離開阮。主啊，全地攏要講起你奇妙的所做，也要保養你的好名聲，因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阮的心仰望你，阮的靈較無你。主啊，阮要建立佇你所立的約，這個約毋是你甲阮的列祖立的，是今仔日你甲阮所有要活的徛佇遮的人立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